你有想过吗？当你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数数自己还剩下多少年能够自由行动的时候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我是一位职业超过40年的家庭医师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。你知道吗？大部分的人都以为只要有存款、有孝顺的孩子，退休生活就能安稳度过。但这个想法错得离谱。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到2025年，台湾超过20%的人口将会是65岁以上的长者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但更惊人的是什么？在这些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人当中，只有不到5%的人真正做好了全面的准备。什么叫做全面的准备？不只是钱的问题，是健康，是医疗，是心理，是家庭关系，是社会支持系统，这些你都想过吗？我在诊所里每天都会遇到像你一样的病患，他们退休前觉得自己很有规划，存了一笔钱，以为够用一辈子，结果呢，一场意外，一次住院，一个慢性病，就让整个计划崩塌。如果你现在关掉这个影片，你可能会失去一个改变你下半辈子的机会。我不是在吓你，我是在用我40年的临床经验告诉你，不准备就是在等待崩溃。今天这个影片，我会用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带你看见退休生活可能面临的每一个陷阱，以及你该如何避开它们。请你给我10几分钟，这10几分钟可能会救你和你家人的未来。让我们开始吧。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上数字0。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。张国民70岁，曾经是台中一所知名高中的校长。他的太太李雅慧68岁，退休前是一位美术老师。他们住在新竹的一间小公寓里，靠近公园，环境安静，空气清新。张伯伯和阿慧阿姨的退休生活，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完美的典范。每天早上6点，他们会一起到附近的公园练太极拳，那是一种缓慢而优雅的运动，让他们感觉身体充满活力。练完拳后，他们会在路边的早餐摊买一碗热腾腾的豆浆，配上烧饼油条，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一边吃一边看着晨光洒在树叶上。吃完早餐，张伯伯喜欢和邻居下象棋，阿慧阿姨则会和社区的姊妹们聊天，分享彼此的生活。他们聊孩子，聊菜价，聊最近哪家医院比较好。日子过得平淡，却充满了温暖。张伯伯夫妇的退休金加起来，每个月大约有9万元台币，这在台湾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。他们有2个孩子。儿子是工程师，在科技公司上班，收入稳定；女儿是国小老师，虽然薪水不高，但工作稳定，也算孝顺。张伯伯常常跟朋友说：“我这辈子算是安排得很好了，有退休金，有孝顺的孩子，有健康的身体，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”阿慧阿姨也总是笑着点头，觉得丈夫说得对，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把人生的下半场规划得很完美了，有钱，有家人，有健康，这不就是所有人梦想的退休生活吗？每到周末，他们会去附近的市场买菜，回家煮一桌好菜。有时候孩子们会带着孙子回来吃饭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谈笑风生。那种温馨的画面让他们觉得这辈子的努力都值得了。张伯伯和阿慧阿姨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，他们以为只要有钱有家人就能安稳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生活即将给他们上一堂残酷的课。
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，天气很冷，阿慧阿姨在家里准备晚餐。她走进厨房，想从柜子上拿一个碗，脚下不小心踩到地上的一滩水，身体失去平衡，重重地摔倒在地上，一声闷响。张伯伯听到声音，赶紧跑过来，看到妻子躺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额头冒着冷汗。他试图扶她起来，但阿慧阿姨痛得根本无法动弹。他的右边髋关节像被刀割一样疼痛。张伯伯立刻叫了救护车，把妻子送到最近的医院。急诊室里人满为患，到处都是病患，有的躺在推床上呻吟，有的坐在椅子上等待。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焦虑感。张伯伯扶着妻子排队等了将近2个小时，才终于见到医生。那是一位年轻的医生，看起来才30出头。他匆匆忙忙地看了一眼 X 光片，然后对张伯伯说：“髋关节骨折，需要住院观察。另外，你太太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。”张伯伯愣住了。骨质疏松，他平常都有在运动，也有吃钙片啊。医生没有抬头，继续在电脑上打字。骨质疏松不是光靠吃钙片就能预防的，而且他还有肌少症的迹象。肌少症，张伯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，他只知道骨质疏松，但肌少症是什么？医生简单解释了一下，就是肌肉量减少，肌力下降，这在老年人身上很常见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如果不处理，会影响行动能力，增加跌倒的风险。张伯伯的心一沉，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和妻子会面临这样的问题。他一直以为只要有运动，有吃保健品，身体就会很健康。但现在医生告诉他，这一切都只是表面功夫。那天晚上，张伯伯坐在医院的长椅上，看着妻子躺在病床上，心里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他意识到，他们引以为傲的完美退休计划，在现实面前竟然如此脆弱。他开始怀疑，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？还是只是活在自己的想象里？当身体开始崩溃的时候，所有的财务规划，所有的安心，都只不过是一场幻觉。阿慧阿姨出院后，医生建议她接受复健治疗。张伯伯本来以为只要按照医生的指示做，妻子很快就能恢复健康，但他很快就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。首先，要预约复健科的疗程，必须提前好几天。张伯伯打电话去医院，对方告诉他，目前复健科的排程很满，最快要等3个礼拜。3个礼拜，张伯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太太现在走路都有困，男孩要等3个礼拜吗？对方很客气地说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们人手不足，排程就是这么满。如果您愿意，可以考虑自费的复健诊所，那里不用等这么久。自费复健诊所，张伯伯上网查了一下，发现一次疗程的费用是1500元台币。如果1周要做3次，1个月下来就是18000元。张伯伯看着这个数字，心里开始盘算，他们的退休金是9万元，扣掉房租、生活费、水电费，本来就所剩不多，现在又要多出18000元的复健费用，压力一下子就来了。但没办法，为了妻子的健康，他还是咬牙决定去自费诊所。每次带阿慧阿姨去复健，都是一场折磨。诊所里永远都是满满的人，等候区的椅子坐满了老人家，有的人拄着拐杖，有的人坐着轮椅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无奈。张伯伯看着这些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人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。他们曾经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，曾经也有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梦想，但现在他们只能坐在这里，等着被叫号，等着被治疗，
等着把自己的尊严一点一点交出去。每次复健结束后，阿慧阿姨总是累得说不出话来，她的脸色苍白，额头上满是汗水。张伯伯扶着她慢慢走出诊所，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，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？夜晚，张伯伯躺在床上，听住妻子轻微的呼吸声，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诊所里那些老人的脸。他开始明白，所谓的医疗系统并不是为了像他们这样的普通人设计的，它绑大、缓慢、冷漠，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，把每个人都当成流水线上的零件。他感到深深的疲惫，不是身体上的累，而是心灵上的无力感。他曾经以为只要努力工作、存钱、照顾家人，晚年就能过得安稳。但现在他才发现，这一切都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。3个月过去了，阿慧阿姨的身体虽然有所好转，但她仍然需要持续的复健治疗。更糟糕的是，医生又发现她有轻度的糖尿病和高血压。这意味着除了复健费用，还要加上长期的药物费用和定期的检查费用。张伯伯开始每天记账，他拿出一本就笔记本，用铅笔一笔一笔地写下每天的开销。复健费用18000元，药物费用4000元，营养补充品3000元，交通费2000元，还有其他零零碎碎的医疗用品，加起来又是几千元。原本每个月9万元的退休金，扣掉这些医疗费用，然后只剩下不到2万元可以用来支付房租和生活费。张伯伯看着存折上的数字，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。他们原本有300万元的存款，那是他们一辈子辛苦存下来的钱，但现在这笔钱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。第1个月，存款从300万变成290万，第2个月290万变成280万，第3个月280万变成260万。每次看到存款又少了一大笔，张伯伯都觉得心里像被刀割一样。那不只是钱，那是他的尊严、他的安全感、他的未来。有一天，张伯伯去市场买菜，他拿起一把青菜，看到价格标签上写着50元，他愣了一下，记得以前这把菜只要30元。他又看了看其他的蔬菜、水果、肉类，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。500元以前可以买一整个礼拜的菜，现在呢，只够买2-3天的分量。张伯伯站在市场里，手里拿着那把青菜，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。他曾经是一所高中的校长，受人尊敬，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，但现在他却要站在这里为了几时，块钱斤斤计较。那天晚上，张伯伯坐在桌前，拿起计算机，开始计算他们还能撑多久。如果医疗费用继续维持在这个水平，如果物价继续上涨，那么他们的存款最多还能支撑5到6年。5到6年，然后呢？张伯伯闭上眼睛，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：他和妻子坐在破旧的房间里，身无分文，只能依靠孩子的接济过日子。那种画面让他感到无比的恐惧和羞愧。他对自己说：我工作了40年，为什么现在要为每一颗钙片、每一次复健疗程锱铢必较？但他没有答案，他只知道所谓的富足和安稳，在疾病和通或膨胀面前根本不堪一击。这不是穷人的贫穷，这是尊严的贫穷。就在张伯伯夫妇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，他们的儿子来找他们了。儿子今年35岁，在科技公司工作，年薪还不错，但他最近想在台北买一间房子，需要头期款。他来找父母，希望能借100万元。那天晚上，儿子坐在客厅里低着头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爸妈，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我真的没办法了。银行的贷款额度不够，
我还差100万，我保证我会分期还给你们的。张伯伯没有立刻回答，他看着儿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100万，这是他们现在仅剩的存款的将近一半。如果借出去了，他们还拿什么来应付未来的医疗费用？还拿什么来维持基本的生活？但这是他的儿子，他从小看着他长大，供他读书，希望他有一个好的未来。现在儿子需要帮助，他怎么能拒绝？张伯伯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终于开口：儿子，不是爸不想帮你，但你知道吗？你妈现在的身体状况需要长期治疗，我们每个月的医疗费用就要7万元，这100万是我们用来保命的钱。儿子抬起头，眼眶有点红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但是爸，如果我不买房子，以后房价会越来越贵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了。张伯伯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理解儿子的焦虑，在这个高房价的时代，年轻人确实很不容易，但他也有自己的无奈。他不能为了帮儿子，把自己和妻子推入绝境。对不起，儿子，这次爸真的帮不了你。儿子没有说话，他站起来，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张伯伯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。那天晚上，张伯伯失眠了，他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他转头看着妻子，他已经睡着了，呼吸很平稳。他想起儿子小时候的样子，那时候儿子会爬到他的背上，叫他马背爸爸，一家人笑得很开心。但现在他们之间却有了一道无形的墙。这不是谁的错，儿子没有错，他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家。张伯伯也没有错，他只是想保护自己和妻子的生活。但这个社会让爱变得如此无能为力，父母爱孩子，却无力帮助他们实现梦想。孩子孝顺父母，却无法承担他们的医疗负担。每个人都在努力，每个人都很辛苦，但每个人都只能顾好自己。张伯伯闭上眼睛，心里一片悲凉。几个月后，张伯伯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不能再这样被动地等待生活把他压垮，他必须主动出击，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。首先，他开始寻找一位真正适合他们的家庭医师，不是那种看诊3分钟就开药的医生，而是愿意花时间了解他们、关心他们的医生。经过朋友介绍，他找到了一位在社区诊所工作的老医师林医师。林医师已经60多岁了，说话很温和，也很有耐心。他花了整整1个小时，仔细了解阿慧阿姨的病史、生活习惯和饮食状况，然后他重新调整了阿慧阿姨的药物，并且教张伯伯一些简单的复健动作，可以在家里做。张先生，其实很多复健动作不一定要到诊所做，我教你自己个简单的方法，你在家就能帮太太做，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钱，效果也不会差太多。林医师这样说。张伯伯听了，眼睛亮了起来，他没想到原来还可以这样做。接下来，张伯伯开始上网搜寻资讯，他加入了一个专门讨论老年健康的网络社群，里面有很多和他情况相似的人，大家会分享自己的经验，互相鼓励，也会推荐一些实用的资源。在这个社群里，张伯伯第一次感觉到他不是孤单的，原来有这么多人都在面对和他一样的困境。有人分享了如何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保健品，有人分享了哪些医院的复健可比较便宜又有效，还有人分享了一些政府补助的资讯，是张伯伯之前根本不知道的。
张伯伯开始一项一项的去申请这些补助，虽然过程很繁琐，要填很多表格，跑很多部门，但他咬牙坚持下来了。最后，他成功申请到了一些长照补助，每个月可以减少将近5000元的医疗开销。在财务方面，张伯伯也开始重新规划，他找了一位理财顾问，把剩下的存款重新配置。顾问建议他把一部分钱投入稳健的债券基金，这样可以抵抗通或膨胀，同时又不会有太大的风险。最重要的是，张伯伯召集了全家人开了一次会议，他很坦诚地把目前的财务状况和健康状况告诉孩子们，也表达了他的需求。我不是要你们给我钱，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分担一些责任，比如儿子，你每周能不能抽1天时间开车载妈妈去复健？女儿，你能不能帮忙准备一些营养的餐点？我们一起努力，日子会好过一点。孩子们听了都点了头，他们没想到父母会这么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困难。儿子主动说：“爸，你早该跟我们说的。我虽然不能出很多钱，但我可以出时间和力气。”女儿也说：“妈，我会每个礼拜来帮你做饭，顺便陪你聊聊天。”那一刻，张伯伯觉得心里的重担轻了很多。除此之外，张伯伯和阿慧阿姨还开始参加社区的长者活动中心，那里有很多和他们年纪相仿的人，大家会一起唱歌、画画、做手工艺。阿慧阿姨重新拾起了她年轻时的画笔，开始画水彩画。张伯伯则加入了社区的互助长辈联盟，这是一个由长者们自发组成的互助团体，大家会互相帮忙，分享资源。慢慢的，张伯伯和阿慧阿姨找回了生活的节奏，他们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命运的安排，而是主动的去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老不代表失能，准备就是力量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总结一下张伯伯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。作为一个从40年的一生，我看过太多像张伯伯这样的案例，他们都是善良努力的人，但他们在退休规划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，以为有钱就够了。但事实上，退休规划绝对不只是财务规划，它包括3个层面，我称之为3大自救对策。第一，医疗自救，你必须找到一位真正懂你的家庭医师，而不是那种只会开药、看诊3分钟的医生。一位好的家庭医师会了解你的病史，会关心你的生活，会教你如何管理慢性病，而不是让你一直依赖药物。同时，你要学会自我照护，很多简单的复健动作、饮食调整，其实都可以在家里做，不要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依赖医院。第二，财务自救，退休金不只是要够用，还要能够抵抗通货膨胀，能够产生利息。你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银行的定存里，那样只会被通货膨胀吃掉。你需要做一些基本的理财规划，让你的钱能够持续增值，即使只是很小的增长，长期下来也会有很大的差别。同时，要了解政府有哪些补助，哪些资源可以使用。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资格申请长照补助，白白浪费了这些资源。第三，情感自救，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。现代的年轻人已经有太多压力了，他们很难像过去那样全心全意地照顾父母。你要主动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，参加社区活动，结交新朋友。当你有一个支持系统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感到孤单和无助。记住这句话，保护你的退休金，就是保护你的尊严。看完张伯伯和阿慧阿姨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有没有看到自己
或者你的父母在这个故事里的影子？你有没有经历过在医院排队等待的无奈？有没有经历过看着银行存款一点一点减少的焦虑？有没有经历过想帮助家人却力不从心的痛苦？如果有，那么你并不孤单。台湾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正在面对和你一样的困境，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应该放弃。相反的，我们更应该积极地行动起来。如果你还年轻，现在就开始规划你的退休生活，不要以为退休离你还很远，时间过得比你想象的还要快。从现在开始存钱，开始运动，开始建立你的社交网络，这些都是在为你的未来铺路。如果你已经接近退休年龄，或者已经退休了，那么更要认真地检视自己的状况，你的健康状况如何？你的财务规划是否稳固？你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支持系统？如果答案是不确定的，那么现在就开始改变还不算晚。去找一位好的家庭医师，去学习基本的理财知识，去参加社区活动，认识新朋友。不要害怕寻求帮助，也不要害怕改变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对你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退休规划不只是存钱那么简单，让更多人明白我们需要在健康、财务和情感3个层面都做好准备。我希望每一位长辈都能够健康有尊，延递老去。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不用经历张伯伯那样的痛苦和无助。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，也需要整个社会的改变。但改变从你开始，从今天开始，愿每一位长辈都能健康有尊，延递老去。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准备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老去。谢谢你们收看这个影片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创造一个更友善、更有尊严的老年生活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见。